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，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敢若互人挖到诺罗病毒，结果煞互人讲是去挖到中国武汉肺炎。台北市市政府副发言人黄静莹呼吁民众唔通乌白传假消息。台北市政府嘛针对着这款恶质的行为，会依法提告。做回来听黄静莹上新的讲法。 市长他这几天连假的这个3天过程中，有一些肚子不舒服的状况，那所以昨天下午先暂时取消他出席公开行程的活动。那今天早上一样是准时7点24分抵达市府，那7点半开完晨会，那8点半左右大概接续了是每日疫情汇报的部分。那他今天身体状况还好？ 今天他身体状况还好，那他也是有佩戴口罩。那在会议室的部分也有要求同仁也要戴上口罩，那以防这个传染。那市长他本人就是身体状况还好，只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肚子不舒服的状况。他是一般感冒还是真的是诺罗病毒？市长是他自己医生专业嘛，所以他自己研判他可能是诺罗病毒。那主要还是肚子的部分的。 那有网络谣传说，就是柯文哲市长得了武汉肺炎这个部分。其实网络的假消息，其实从疫情开始之后就一直层出不穷，甚至有更进化的模式，会使用台北市政府的 logo 去做图片或者是新闻稿来做转传。那这样子的假消息，其实我们都一律严正的澄清。那市长他其实是肚子腹泻的部分，其实跟武汉肺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这个部分针对假消息，我们也会请北市府的这个警察局来做调查，然后也会提告。昨天副市长有说，民众如果居家隔离的话，连宠物也要隔离。那这个具体的隔离是说，就是2个是分开，还是说2个关在一起14天？2个分，你说跟人类吗？对，人跟宠物是关在一起14天，还是说分开隔离？主要是说有一些居家检疫的对象，或者是他隔离的对象，他可能会在外面隔离，或者是他使用这个旅馆的部分。那如果是人的部分要自主隔离的话，那动保处这边会提供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。那如果大家这个主人的部分想要把宠物送到动保处相关的地方的话，那1天的收费大概是200块，1天最高的上限是3000块。 所以动保处这边有提供一个可以给宠物隔离的地方吗？是，他们有提供。那这个相关的可能要问动保处。我们可能问一下，就是市长他知道说他被传武汉肺炎，他的心情是怎么样？他的心情其实我们没有告知他这件事情。那因为他本人身体还没有到非常恢复的状况非常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以幕僚单位先来做提告的为处理。 这天他的行程都会稍微减少一些。这几天的会议应该还是会继续照常，那行程的部分也是照走。如果他身体没有再特别的状况。